已经结束了今天的法会，你看一下，大家现在都在把蜡烛点起来。对啊，土地公已经回去了。那虎哥要跟所有人讲，我们明天我们会飞往日本7天，所以我们明天开始到16号，我们太子位是没有人在的。然后官方 LINE 也不会回，然后虾皮也会关起来。我们就是7天好好的让我们出去放个假，拜托了，拜托啊！对，因为太子会的工作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。没错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就很轻松，没有，你来当过员工或者是志工，你就可以体会你的工作真的是很夸张爆炸。很谢谢大家的照顾啦，然后我就先带着我的团队一起去日本旅游一下，然后等我们回来，我们会继续服务好我们所有的太子会的粉丝。啊，虎哥在这边还是跟大家说一声谢谢，然后谢谢各位的支持，然后我就先出去玩了，拜拜。